新年好彩头，中华分园农会举办青人烤彩头的活动，有超过5000人参加，真侪是一家伙仔拢出来。这3公顷的产地，5万支彩头，无到20分钟就烤了了。古纳青的民众提工具、大布袋啊来到种菜头这所在，大家开始来烤菜头，真侪民众是规家出动，大大小小斗阵，有的人是专门烤菜头，有的人是专门装袋啊内底，无偌久一袋就装满满啦。有的民众是好耍来佚佗，有的人是带囡仔来体验。打算要打多少胡萝卜回去？没有，就是开心而已，开心而已。要让小孩那个接触农田，接触大地，对，让他珍惜粮食。烤菜头活动是中华县分园乡的年度大事，今年是已经第6年举办啦，一开始只有几啊分地，到今年已经扩大到将近3公顷。今年网络报名3000人的名额一日就满啦。另外，大约有2000多人来到现场报名，有人一早起6点外就到现场，规场的活动超过5000人参加。我们预估是8点报到，可是大家都6点多就来排队了，然后排队到大家9点半开始的时候，再等不及9点出，就大家赶快下田去拔了，所以真的很热情啊！因为总共3公顷多的萝卜田，也不晓得有几棵，没有去细算过啦。哇，3公顷农地大约是5万条的菜头，不到20分钟就全部互人烤了了。分园乡农会讲，今年菜头真俗，对民众来讲，来参加烤菜头，唔是为着免钱，而是新的一年想要有一个好菜头。农会也希望讲，借此来推广食农的教育，让大家亲身体验种植的辛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